只是台南有真侪渔民去到市政府门口抗议陈情，因要求政府就要开放风力龙啊、含磷啊渔船，会当进入到1.5海里的一个沿岸海域作业。农业局是回应讲，去年试办期间，也是有接到真侪蚵仔龙的通报，讲因的蚵病互挂断去，造成损失真严重。市政府讲会含双方继续协调，希望有双赢局面。渔民到市政府门口大声喊口号，冇人无奈跪伫咧涂骹陈情，在诉求经营一口饭。渔民讲，政府一当冻9个月袂使出外掠鱼，干那开放7月到9月才通出去。风台时期出海对因真危险，渔民歹生存。因要求政府要开放渔船会当进入1.5海里来作业。不过有人指控掠鱼害蚵病死啊断去，因出面驳回，无证据就禁止，真无合理。即马甲我讲冻9个月，袂当入病内底生活啦。阮是要赚钱啊！讲是讲蚵仔，阮家己挂，阮去甲倒摕物件去甲挂下啦。阮家己就要生活，哪会？起码要甲100%去甲挂下啦。那我们这几个月都不要吃饭了。你要看政府要给我们一个月10万块贴我们嘛，安家费啊，对不对？要贷款啊，要养孙子啊。我们都不要吃饭了。市府本正103年开始禁止风力人啊参渔船进入1.5里内海域作业，去年有7万开放3个月，也毋过煞发生86个蚵病互人挂断，致使蚵农损失严重。农业局指出，虽然即摆有限制渔民袂使伫饲蚵仔海域作业，毋过因嘛是会使去其他海域。乡民有无共声音，因望政府赶紧出面处理。做蚵仔吼，伊有当时要向蚵仔用挂的规病了伊吼，有当时损失1-20万啦。机会，甲政府应该来主导这代志啊，莫讲吼以后这掠鱼啊，甲这做蚵仔来对立，安尼唔好。示范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课本还是被割了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确实会是有些状况。那如果说要在这个场域里面共存共荣的话，应该是说我们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啊。未来到底敢会开放？农业局回应，主要是要有共识，因按照个参与是业者甲相关团体讨论，为求这个重新建议做调整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